好，大家好。咁今次咧就會係一個本身嘅系列，不過我哋用一個新嘅方法，我諗住用呢個投影片嘅方式咧去介紹一本書嘅。咁本書叫做《學校沒有教的10件事》，我比較更加中意一個英文名嘅，叫做《Life is not fair》。咁本書呢啲就係佢基本資料啦。咁啊，作者係一個外國人叫做比爾博勒德啦。咁啊，其實都寫咗好一段日子啊，都2006年，都大概差唔多有20年嘅時間。咁呢幅相咧就係喺網上面可以揾得到，我亦都係睇呢個版本嘅。咁佢一開始嘅時候，佢就講10堂課啊嘛。咁嗰10堂係咩咧？咁呢度就有個嘅清單，我哋會逐樣逐樣去講嘅。咁所以就唔喺呢一度去到深究，但係可以俾大家先睇一睇先。咁第一課啦，好簡單，天下沒有白吃嘅午餐，人一定有付出先至有收穫。人生本身就係一場交易嚟嘅，只要兩個人以上喺埋一齊嘅話咧，就應該會有交易嘅行為啦。即係譬如果我哋兩個人食飯，我同 A 去食飯嘅時候，如果我好樂意去俾嗰一餐飯錢嘅時候，我相信啦，應該係會有 B 可以俾到啲嘢我。就算係食飯嘅時候嘅嗰個愉快都好，B 都係其實俾咗啲嘢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必須要了解下我哋自己嘅債務。如果想人哋唔好煩你，你就要俾出代價啦。而俾出代價嘅唯一方法係要俾到對方認為你爭佢嘅嘢，唔係你覺得你爭佢嘅嘢。咁好多時候大家就係誤會咗呢啲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啦，你覺得孩子們永遠都係覺得父母係欠佢嘅，咁所以佢哋覺得唔使俾嘢啦。咁於是乎就永恆地形成咗嗰個家庭裏邊嘅衝突啦。咁其實佢就好喺呢方面嘅時候，佢就想慢慢去到改變緊小朋友嘅一啲嘅傳統嘅諗法啦，即係你哋覺得自己俾咗個價錢，但係其實你哋冇俾到人哋想 expect 嘅價錢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唔係叫俾咗咯。咁第二課啦，佢講到人生苦短啦，喺啱嘅時候做啱嘅嘢，咁其實同後邊都係一樣嘅，時間好重要嘅。咁時間飛逝嘅感覺點解咧？咁其實佢講到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就係一個比例嘅差異，就係佢話如果你要3歲嘅小朋友等1年咧，其實要去等人生1/3嘅時間，要等好耐好耐。但係到你30歲嘅時候要等1年咧，其實只不過係你人生裏邊嘅1/10時間，相對嚟講就快咗好多。所以你會即係年紀越大啦，好似我咁樣啦，即係我會覺得時間腳步好似越嚟越快咁樣。咁而第三課裏邊佢講到個重點係咩咧？其實就係唔係在於你嘅船嘅大細，而係講緊嗰個風浪。咩叫做船？咩叫做風浪？其實所以想講擁有嘅咩係唔重要嘅，係要睇下你點樣利用。即係例如你嘅天賦同埋資產呢啲，其實由不得你。咁但係你點樣使用就係由你去決定。咁以至於個成就嘅時候咧，其實最緊要嘅咧就會係由得你去決定嘅，即係你如何使用咧，先至係最緊要。咁第四課啦，佢就講到唔好相信自己係自己整嘅藉口啦。咁要去誠實面對自己，揾出自己究竟要想做點，同埋最緊要係點樣去到做。咁要做一個好好嘅管理者，而你就係一個人嘅公司，你係營運者，係前線銷售，亦都係後勤支援。咁所以你要去區分嘅咧，就係乜嘢係你必須要知道嘅事，同埋你知道咗都 OK 唔錯嘅事情。唔好重複做一樣嘢，然之後期望一個唔同嘅結果。咁喺科學上面一個著名嘅句子嘅就係：Insanity is to repeat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but expecting something different。咁呢個句子對於一個讀科學嘅人嚟講咧，係應該好有共鳴嘅。咁而家你為咗要了解事實嘅真相，你必須能夠區分到絕對事實同埋乜嘢叫做相對事實。咁第五課佢講到唔好用一啲過時嘅時間去過時嘅方法去打仗啦，要了解下你自己情緒同埋環境，選擇最有利嘅適用品質。咁其實即係咩咧？其實你有乜嘢身份就要做乜嘢嘅事。咁其中我覺得佢講教學或者學習係好好嘅咧，就係呢段啦，就係佢話高中嘅生活唔係淨係得代數同埋幾何學嘅。佢會話你如果你認為呢一世大概都唔用呢個知識嘅話，其實你都啱嘅。咁點解咧？因為前面嗰課我哋講咗啦嘛，有啲嘢係必要知道，有啲嘢知道都 OK。咁而家數學咧，其實就正正係知道咗都 OK 嘅嘢，其實唔係要你知道嘅。不過高中階段最重要嘅咩咧？係你能夠喺瑣碎嘅眾多事情裏邊睇到真正重要嘅部分，而呢一個係代表咗你能夠適應新規則同埋新資訊嘅能力嘅。呢個世界亦都正正係用呢個能力作為衡量你嘅原則，並用呢一樣嘢去決定幫你開幾多道機會嘅大門。所以你高中最重要嘅部分係咩咧？就係測試你自己學習新規劃嘅能力，同埋你能夠同時處理多項事項嘅能力。呢個先至係你高中裏面最重要嘅事情，而往往同學你哋就係無視咗呢件事情嘅。咁如果你做唔到會點咧？咁你就會棘死咗喺度。即係就算我當你係好似喺中學裏面畢咗業都好啦，但係其實你嘅心理同埋你嘅智力上面，其實都仲係棘住咗喺中學嗰度。咁其實學校就係一場大型嘅競技或者係一個測驗，所教授嘅課程冇比你其他應該學習嘅事情重要嘅。你學習嘅
課程只不過係俾你練習如何去學新嘅嘢，並且展示你嘅能力。冇辦法學習或者懶得嘅學習嘅人咧，就會喺呢個比賽裏面淘汰出局㗎啦。咁去到第六課嘅時候，佢哋就要明白頭先我哋用船同埋風浪嚟到比較啦。咁你就會發現永遠都有人比你大隻啲嘅船嘅。咁所以我哋要學識去預咗做規劃同埋理財，從而你可以俾到你嘅帳單，或者至少你唔會餓親啦。咁而好嘅唔會係免費嘅，例如你安定嘅生活。咁所以其中富蘭克林先生有講過，人生有兩件事情必然發生，就係死亡同埋交稅。咁所以其實你要成長嘅時候，必須要明白你總係要交稅嘅。咁既然每個人都有大啲，有機會有人大嘅船啦，咁你亦都要明白咗，其實機會係需要有代價嘅。你要了解你嘅人生裏面有好多基本嘅開銷，而呢一刻呢啲基本開銷好多時候往往都係由你父母去到俾緊嘅。咁你嘅價值其實係由其他人去到決定啦。咁所以當你用考慮緊金錢同埋賺錢嘅時候咧，請你唔好忽略，其實呢件事可唔可以為你帶嚟到幸福同埋快樂？因為金錢嘅重要性不在於多寡，而係在於你點樣去到運用嘅。咁去到第七課嘅時候，佢講到物以類聚啦，只有你能夠決定自己想要成為啲乜嘢人嘅。咁佢其中講到呢個靜心禱文，我亦都非常之喜歡嘅。佢就話：請你讓我靜心接受我無法改變嘅事物，亦都請你俾我勇氣去改變我有能力去改變嘅事物，亦都請你給予我能夠區分兩者嘅智慧。其實我亦都相信呢樣亦都係往往年輕人所缺乏嘅能力嚟嘅。咁去到第八課啦，翻返去到家庭缺龍於水。咁所以佢就講到，喺度危機發生嘅時候咧，家人係你唯一嘅依靠。而喺家人裏邊，其實有一種叫流通嘅貨幣，就係叫善意。你要理解佢成為一個存款嘅帳戶。你嘅善意用完，其實對方都會可以做一啲停損嘅做法，唔係停船啦，即係止蝕啦。OK，咁有啲事情係一個人辦唔到嘅。咁所以你要努力令到家人之間嘅感情更加緊密啦。而家人能夠俾你最有價值嘅嘢咧，就係忠告。請家人俾你忠告。而當佢哋有需要嘅時候，你亦都俾一啲建議佢哋。請你都記住，冇人係完美嘅，所以對於三餐你要心懷感恩，而對於你能夠用餐嘅餐桌，你亦都需要心懷感恩。咁你對你嘅家人係有義務嘅，而更重要嘅時候，佢亦都對你係有義務。咁而家呢度佢講咗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家庭嘅所謂嘅惡性循環，就係你好貪心，你想攞多啲嘢，於是乎你個貪心有陣時攞到，有陣時攞唔到，但係往往都會結果形成到你嘅罪疚感。而你嘅罪惡感最尾唔單止係令到你憎恨自己，亦都憎恨你屋企人。而你嗰個憎恨去到後尾，你翻轉頭諗，你又覺得自己虧欠，於是乎你又想貪得更加多。咁而你能夠避開呢一個惡性循環，其實就需要緊寬宏同埋感恩嘅。咁去到第九課啦，佢講到笨蛋同埋醉酒鬼係冇辦法成功嘅，就必須要保持頭腦清醒，先至可以達到你真正嘅目標啦。咁性同埋毒品同埋狂歡，往往就成為咗一種成人嘅儀式。咁書裏邊其實講到啦，其實佢唔係一個儀式嚟嘅，即係打個交叉啦。其實往往係成人對於呢啲嘅事情，佢要負翻起個責任，所以你必須要有準備、有意願、有能力先去嘗試。而好坦白，其實往往都未必係需要去到嘗試，特別係毒品同埋狂歡等等。而性呢一樣嘢就按翻同學嘅需要啦。咁喺本書裏邊亦都有講到，其實兩性之間嘅關係應該如何處理嘅。咁我覺得亦都寫得相當之係好嘅。咁去到第十課啦，即係基本上最後一課啦。咁去到最尾講到啦，時機重要於一切。咁就越會善用機會嘅話，你就會容易成功。咁好事唔係成日都發生嘅，總會有好事，總會有唔好事。而善用好事發生嘅時機，就正正係我哋要做嘅嘢啦。咁點樣可以善用呢？就係你喺平常嘅時候先假想一下當中嘅可能性。如果真係件事好事發生嘅時候，究竟你會點？同埋你都總會有壞事嘅時候，請你迅速了結佢。咁所以成就大事需要咩呢？就係機會、技能同埋時機。我哋要學識為自己去創造機會，多啲思考下呢件事對於我有咩好處。而當你用呢種模式嘅時候，自然都發現其實人哋都係用緊呢個模式去對付緊你嘅。咁當你可以好合理地去使用嘅時候，你就會形成到一個良性嘅循環，咁就可以尋找到你想要嘅，亦都會逃避到你討厭嘅。咁至於讀後感方面咧，我相信生命本身就係唔平等噶啦，亦都唔公平嘅。問題唔係在於公平同埋平等，重點係點樣玩呢個遊戲嘅。咁所以越早明白當中嘅規則嘅話，你嘅贏面會越大。我喺呢一個活動裏邊教同學讀書，亦都係一樣，因為其實我相信文字其實就決定緊你嘅知識、法規同埋合約。
通過了解到文字，通過閱讀，你學識到點樣去使用文字，亦都可以理解到文字當中嘅心意。而你能夠做到呢啲嘢嘅時候呢，我相信你嘅人生應該會更加順暢嘅。咁所以我相信呢篇文章，呢本書係值得去到閱讀嘅，因為文章之間亦都有啲自然嘅聯繫，而個書名本身亦都好吸引，回應到好多同學嘅迷思。好多同學都會行埋嚟同我講到阿 Sir 咁樣公平咩？本身就唔公平，公平係我故意嘗試做出嚟，但係其實唔公平本質上面就係唔存在嘅啦。咁佢本書裏邊比較功利少少去了解到父母嘅愛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當中佢講到孩子嘅期望同孩子嘅義務同埋父母嘅期望，其實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其中佢亦都講到時間嘅腳步係會越嚟越快，我亦都感覺到，但係我從來未諗過呢個比例嘅問題，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其實對我有所益處嘅。咁亦都有提及要誠實去面對自己，其實我哋畢竟係喺世間裏邊嘅滄海一粟啦，sorry。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明白，其實我哋會受其他人影響，亦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嘅。咁另外啦，好多時候我喺教學嘅時候都見得到同學好想去掌握晒所有資訊，但係其實同學更加重要嘅係佢哋冇個第一個諗法，其實嗰段資訊重唔重要？佢哋冇先去問重唔重要，而先係問我係咪攞到所有資訊。其實咁樣會令到自己個腦同埋個身體係會有一種爆炸同埋一種虛脫嘅狀態。而我望住佢哋嘅時候，第一個反應係你呢樣嘢需要知道嘅咩？咁所以我希望佢哋調轉頭個先後次序擺翻好嘅話咧，其實對佢嘅人生係更加有幫助。咁另外，我好喜歡佢頭先講到，即係回應緊學校學習嘅重要性啦。咁但係其實我亦都覺得啦，即係唔單止係同學、老師，甚至乎管理層咧，好多時候往往都擺錯咗個重心，以至到成件事係力不從心，亦都力不討好嘅。咁呢一樣嘢，其實我都好希望整個社會可以有啲嘅改變啦。不過我相信咁樣應該唔係容易嘅事情嚟嘅。咁另外佢嗰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討論到個 DEI 好討厭嘅一啲嘅黑板定型，亦都即係右下角講緊嘅嗰個 stereotype 啦。咁其實牽涉到一個概略性同埋一個嘅或然率，即係其實你話係咪即係某一啲人種係會容易啲犯罪咧？咁你唔可能舉一個例子就係話呢個人冇犯罪，所以呢個人種唔係噶嘛。人種係牽涉到一個機率嘅問題。咁呢個就其實牽涉到一個統計學。其實你只要將全世界嘅所有罪案擺出嚟喺面前，然之後再按膚色去到擺嘅時候，一定會某一個群組可能係會較高嘅。就算你唔係講緊最高都好，因為你咁多個數字，除非大家都係一模一樣，總會有人係較高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喺現今嘅嗰種 DEI 或者左翼嘅思想裏邊嚟講咧，佢哋就非常之抗拒呢啲咁右翼或者我哋叫做簡單真理嘅一啲嘅睇法。咁另外去到中後段，佢哋都講到家庭嘅重要性啦，講到義務同埋期望，亦都即係前面我哋有講到嘅一樣嘢啦。咁忠告我自己都好認同嘅，最便宜都最昂貴。我而家都習慣要盡量少俾啲咁昂貴嘅嘢俾我身邊嘅人，因為其實我感覺到好多人其實唔好需要呢樣嘢啦。咁另外佢亦都講到，其實即係你所謂嘅昂貴嘅忠告，點解人哋會唔理你咧？因為其實時機係重要於一切嘅。咁佢回應緊現代人嘅沉溺問題，我覺得回應得好好嘅。咁去到最後邊，佢講到時機重於一切，就係一件事要成功，一定要等待一個好嘅時機。而喺等待好嘅時機嘅時候，我哋必須要做好準備。咁以至於我哋真係有好事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即刻去到把握住嗰個機會啦。咁我今次嘅分享去到呢度先啦，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同大家分享我閱讀嘅心得啦。咁喺中間有一啲錯字嘅，咁希望大家唔好太過介意啦。咁下次有機會再見，拜拜。